圖特被譽為係智慧之神，象徵住心智、時間以及靈魂向物質領域嘅投射。佢被視為係文字同埋語言嘅創造者。佢嘅教義通過內在嘅覺悟，為眾生提供咗一條通往超越同埋覺醒之路。當中嘅翡翠石板就係圖特所創造，如其在上，如其在下，依此成全太一的奇蹟。呢句句子就係翡翠石板其中嘅精髓句，就係刻上煉金術嘅重要智慧來源。石板上記載住有智慧之光，將會開啟思維好多嘅新領域。石板上嘅文字分為13章，石板上嘅文字係西方煉金術嘅源頭同埋鼻祖，其中包含咗智慧，被認為係遠古謎團嘅基礎。連偉大嘅科學家牛頓都曾經翻譯過裏面嘅文字。石板顯示雨須先化為無形，方能與光合一。人類正處於深刻嘅轉化進程中，正從物質層面成長，邁向無形且無限之光。人類正在蛻變為不屬於呢一個世界嘅形態，與揚升理念一致，要求我哋超越物質世界嘅思維局限，通過星光投射同埋靈魂嘅進化，喚醒心智以覺知更高嘅實相。喺儀式當中嘅帶領下，圖特顯示出真正嘅石板係藏喺超越三維空間嘅獅身人面像下邊嘅密室，又名阿曼提大廳。大廳密室記載住靈魂所有嘅人生與外星嘅歷史。圖特有別於其他嘅埃及神，係佢對煉金術嘅貫徹始終。佢嘅煉金術運用喺永生嘅技術，佢能夠以肉體之身由古埃及至今千年不死，穿透維度以永生嘅狀態出現。稍後5月嘅課程運用圖特永生嘅精髓喺身心靈上嘅轉化，以 biohacking 生物黑客調整大腦神經元，創造圖特嘅永生技術實相。呢一個就係揚升進化必經嘅階段。